后来继续来看花莲县政府架设着观光资讯网，介绍着各乡镇的旅游景点来行销着花莲。也毋过所互发现，有几来景点所使用的相片根本都毋是花莲这个所在地。譬如讲，花莲60石山的金针花海所藏的相片，竟然是讲藏泰国清迈的八邦坪裸田。花莲县政府的观光处讲，是厂商混唔到去，已经换做正确的图片，未来会更加注意。一片山景是看袂离青冷冷的山裸田，嘛是水甲会搭志。这是泰国清迈八邦边的山裸田，景色水，成真侪观光客。不过，敢若出现伫咧花莲的观光网站当中。黄金金的稻仔田后壁同款有山，不过顶悬的地点煞是伫咧花莲，甚至有几内乡镇的景点拢用同一张相片，嘛，互网友批评讲花莲的水景遐济，哪会用其他国家的相片咧？里面用的每一个图片最好，当然都要是我们花莲当地，还是要以当地的景色为主，因为这样会误导消费者的一个选项。花莲的60石山是真出名，逐年金针花季拢有大批的游客来赏花。网友讲，可能是金针花海和稻仔田伤过相像，才会误唔到。不过详细甲看，同款拢是伫咧山架，色水嘛淡薄仔相像。不过金针花无稻仔遮尔密，也是会当看出差别。已经请厂商立刻下架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是希望呈现的是有山有稻浪这样的感觉。那当然，使用的应该是花莲的景色的图片。那对此，我们以后也会加强管理，来避免这样的情况再次发生。县府已经新任疏失，即嘛已经换相片，而且泰国的相片有授权无版权的问题。不过观光网站原本是想要行销花莲所有其他国家的相片，难免的引发着争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